立法院民进党党团今日要拼反渗透法三读通过，拿力双方面拢顶动加急的动员令。因为东北风影响，中央气象局提醒讲，沿岸到明仔透早，中部以北的温度上低会加到12度。网络顶头有人指出，中国乌北的武汉市有患者得到 SARS， 咱国的疾病管制署嘛，当咧等对方查证。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31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来看立法院民进党党团提出这部反渗透法，今日要拼三读通过。拿力双方面拢顶动加急的动员令。拿军这边是批评讲，修法的过程伤过赶狂，万一若真是通过，因嘛去申请释宪，看内容敢有和宪法冲突。因为条约协商大多数的条文拢会袂好势，今日量必然发生随条表决的大战咯。反渗透法伫立法院要拼三读，新党、劳动党等团体伫场外咧抗议，警方出动真侪人，佮惊会冲突，场内的气氛嘛真紧张。拿力发动加急动员，民进党要拼草案过关，国民党啊、亲民党是准备要提出释宪。这2天的协商也是过场，所以国民党团对民进党这样的作为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尤其这个法。犹如新的戒严法，它通过之后，我们马上会同亲民党提出释宪。蔡英文总统说，在立法院必须要充分的讨论。我们有充分的讨论吗？整个的法案进到了立法院，真正只有1个月的时间。亲民党团质疑民进党赶急的修法，无做影响评估，甲进前的服贸审查态度差真大。但民进党团认为是以真严格态度提出反渗透法，条约针对反渗透法协商9点钟，电脑批评国民党伫上尾的时阵，甲党团的修正同意撤回，是历史上上罕过的时阵。在协商的时候，你都不反对，然后你的版本讲的是什么？这版本就是民党版本，还时代力量过去所提的登记适当版本。一放进来，那今天既然到最后一刻是变成这样，这是历史上最荒谬的一刻。我们在这里严厉的谴责国民党。对于我们所提出来的法案没有办法被并案审查，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但是必须尊重。时代力量唔但要反境外势力渗透，阁要修法禁止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参选，反红色媒体渗透台湾。因为前一天的条约协商，真侪条文拢无达成共识。伫表决进前，由各党团依照比例推派代表来进行讨论，刷来有了会有表决大战。记者郭彩阳、王德兴台北报道。今仔日就是新历的过年夜，因为东北风影响，中央气象局嘛提醒民众讲，沿岸到明仔透早，中部以北的温度上低会加到12度。咱若要出门去参加迎新年的演唱会，也是明仔早起的升旗典礼，决定就要穿较少咧。一阵的小雨，阁有东北季风，大台北透早气温降到14度。东北季风愈来愈接近台湾，气象局提醒，跨年暝入暝了后，愈换愈冷。北部、东北部也阁有落雨，桃园以北的跨年暝湿冷感受是真明显。这波冷空气最晚的时间就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家在活动这段时间，提醒大家，中部以北和东北部最低气温只有14度、15度左右，它沿海空旷地区只有12、13度左右哦。至于南部地区低温大概16、17度，华东地区17、18度。低温感受会继续到元旦，不过1月初1开始水汽减少，会慢慢转为大冷。1月初2透早开始，东北季风渐渐离开，气温会慢慢回升。回顾2019年台湾全年平均温度24.56度，是历年来上温暖，历史上10年上暖的月份。9年拢出现伫21世纪。气象局提醒，暖化和极端气候明显，冬天愈来愈晚，不过依然有寒流的机会。那2016年呢，也是当年的最暖的一年。不过在当年的春天也产生了所谓的霸王级寒流的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呢，在全球暖化的情境之下呢，常常会容易有一些极端气候，甚至极端天气的产生。气象局检视每一个数据，如果明年1到3月台湾依然是偏温暖几率，雨量是正常偏少，呼吁民众注意极端天气。每雨季节进前也是大水期，呼吁民众爱省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果好。
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每回若到新年头、旧年尾，国政真正就想起讲，也是有足侪人无法度倒转去到厝里，甲厝里的人团圆。像讲消防队的队员嘛是爱同直，像讲你去听演唱会，现场有真侪警员嘛是伫遐伫咧无闲。啊，国政又原来想起人咧讲台语，挺好读汉文、读汉诗。以早唐朝时代就有一个名诗人，伊捌伫咧过年暗无倒转去厝里，捌写一首诗。讲伊住伫咧石头野，即个夜馆、旅馆，伊的心情的变化。内底诗文安尼生伫咧讲：旅馆随上文，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笔尖书，支离翘初心。秋闌已衰鬓，明日又逢春。见面头一句，伊讲旅馆随上文。我住伫咧即个石头野夜馆内底，有啥物人来探问？有伊，就是敢若即拍寒冷的孤灯，甲我亲近。啊，我因为人出外，要上京去赴任，要去外位，去当直，去做家己朝廷所交代伊的头路，伊只好无法度讲倒转去厝里，甲亲人相逢。毋则讲过来诗句伊写讲，一年将尽夜。一年到单已经要结束，就是今仔日这个暗暝，万里未归人。我离家己的家园万里的遥远，当然这个万里是一种表示，到底偌远我嘛无才调去断定。到底我离厝里的人，迄个心肝偌遥远，我嘛抓袂真，所以我是万里的未归人。啊，佫刷落来诗句，伊讲寥落笔尖书，支离翘初心。这句寥落。就是讲吼，已经离离落落了。亲像讲文天祥，伊过去嘛一首诗，讲辛苦造房起一间，艰苦寥落四周生。这首诗讲到尾啊，就是足出名迄2句话，讲人生自古随无数，留处丹心照汗青。这句寥落，文天祥咧写艰苦寥落，就是讲江山已经互对方已经互敌国拍甲离离落落。啊，戴叔伦这首诗咧讲寥落笔尖书。回想我过去的往事，真正脚步沉重，真正坎坎坷坷。尤其后壁这句，伊讲支离翘初心。我这身躯已经破碎，已经行来到这，袂是讲伤痕累累同款。毋过虽然是秋闌已衰鬓，我鬓角已经衰微，我的面容已经忧愁，加在明日又逢春。明仔载就是新年新的一天，又原来产生新的希望啦。啊，讲到明日又逢春，明仔载开始有真侪新制度要起行，这也拢牵连到咱本身的管理。第一就是基本工资会起起来23800，啊，另外百货公司也是大卖场，煮食室互人点来用，袂用得佫提供免洗碗池咯。佫一项就是幼囡仔若互准公共化的托儿所，也是甲政府有契约的年务咧骗，一个月补助6000，佫来明年开始会补甲3岁足。今年嘛，各个年底有真侪相关系民众权益的新制，会伫明年元旦上路，包括基本工资会为原本月级23100调升为23800，时薪也要调悬为158块。机车太旧换新上侪应领5000，机车教训班补助上悬1300。另外，为减少拖吊收费纠纷，除了制定拖救基本费用，各道车辆下踩车价、加底盘悬度定价，费用上悬2万。又搁被叫做超跑条款。去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这店来食物件，业者袂当提供免税餐具，违规者上悬应罚6000。如果你都是用一些塑胶的材质去装热的东西，毕竟是不好的。很多小吃摊啊，自己都有换成不锈钢，其实这样我看了，我觉得我会想愿意进去吃。为刺激类似国民旅游卡消费限制，也要放松，平常时会当使用珠宝银楼沿路卡。地当进度分级，会为原本8级改为10级，更较接近民众感受。这受准公共保镖或者是托婴中心服务的每个月6000块补助，为即嘛0岁到2岁延长到3岁，有过1.6万名囡仔会受惠。
超过2岁，他大概只能领育儿津贴。我们明年1月1号开始，他还是可以领托育补助，也就是大概是6000块钱。另外，为了推广劳工健康服务制度，劳动部也规定，为明年元旦开始，100人以上企业应该请或者是特休医护人员办理健康管理相关的代志。如果有4000多间事业单位适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咱先来讲国民党副总统的候选人张善政，早起去到宜兰助选，伊伫咧现场讲，见摆若造势，就看到济热情的支持者，但这个选举哪有可能会袂赢咧？另外，韩国瑜的办公室嘛有批评民进党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就是因党内嘛有立委去中国咧投资唔讲，所以常常咧往屈人甲中国通透。因阁批评反渗透法，就是咧束缚人民的言论自由。2020的大选进入上下尾几天，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加无迎来宜兰助选扫街，替共党立委候选人的政见背书，包括建设宜兰对外交通、加强宜兰科学园区招商优待，还有设青创中心等等。这个时候不趁打铁趁热，把年轻人拉回宜兰科学园区，在这边弄个青创基地。不趁时，此时还待何时？针对国民党的总统甲立委选情，张善政认为，甲民调比起来，伊更较相信造势场合内底真热情的选民，所以伊感觉真乐观。我没有看那个民调，但是大家看看台中那个场子的热度，怎么可能不赢？另外一方面，国民党中央继续攻击民进党2种标准，做红对手，家己的立委说投资中国，嘛点名特定媒体常常指控国民党亲党灭台，说甲中国的厂商来合作赚人民票。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嘛提出反渗透法的争议，认为讲法案会互台湾的民主推动去改革的国家。请注意，台湾已经是个言论自由倒退的国家，是可耻至极，民主退步党在牵制台湾的言论自由。他不是抓大陆人啊。他是抓台湾人，大陆人在大陆你抓不到啊，他专抓台湾人。韩国瑜办公室表示，过去1年以来，民进党政府除了网军有进步以外，执政上无任何的改变。若是反渗透法，今仔日要来拼三读，嘛变做选战压力上大的攻防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早起10点半，蔡英文总统去桃园埔心的昊天宫参拜，伊也一笑出队客家乡亲，捌办过什么有利的政策。另外，佫讲到民进党减税金，就是甲经济进步和所有人民共计分享。伊嘛佫讲到对手国民党，唔通若讲起九二共识，就拢家己想家己对，和两岸现实的情势拢脱开。国民党的对9·2共识的这种解释哦，其实是跟现实是脱节的。如果老是活在过去，或者是用一个跟现实脱节的政治的想法来面对现在的两岸关系，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人提起反渗透法的代志，蔡英文总统嘛讲，这部法案伫咧5月就捌讨论过，是经过协商一条一条提出来理，内容嘛通修改。总是立法的过程并无潦草，尤其社会嘛拢希望讲有法度甲按中国迄边全面涉入来渗透台湾的影响力动起来。另外，伊嘛讲起目前民调虽然一直拢较有赢面，不过100摆的试考嘛毋达到1摆正式的输赢。嘛讲支持者佮有关心台湾未来每一个人，拢着爱去转票较有赢。咱过来讲，陈建仁副总统大早就带团去拜访咱的邦交国别老拼外交，昨10点半倒转来到桃园机场，咱慢来听伊这段外交拍拼的成果。台博邦谊已经进入稳定，而且迈入了第20个年头。回顾20年的旅程，除了感念帛琉对我真切的情谊之外，也要感谢曾经为两国关系付出心力的所有外交人员、技术团员及旅外国人。有了各位的辛劳付出，才有今天的辉煌成果。陈副总统这次去别老，主要是参加咱两国中间建交20周庆祝的活动。陈建仁副总统讲，伊看到两国的来去真密，嘛亲目睭看到台湾去甲因斗争菜色轨迹，佮有提供拓扑的技术者的农业的合作，种种的成果。这有影也是蔡英文总统推动大式外交成功的证明啦。小党这边嘛继续咧冲声势，早起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陪伴伊所挺的立委候选人去徛路头热手，甲民众拜票。
台湾民众党的郭文铁主席顶日要讲一句讲，若阁去互民进党修理落去，无定伊规尾会宣布支持韩国瑜。毋过伊早起煞背回讲，毋免遮亲近啦，这是有当着互相恐吓一个尔。选前剩无几工，黄海创办人郭台铭一早起伫咧土城甲中和陪郭家军入去徛伫路口买票，争取支持。有人问到政党票变码头，郭台铭讲，伊支持两大两小，若是中和的选民听来较侪，就加到亲民党。李队长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双足罗开直播，网友画作弃韩保守，郭台铭讲伊无反对。宋主席念出来，对，那这宋主席念出来，对，那这个我想我也没有持反对的意见嘛，是吧？这个是网友讲的，不是我讲的。面对拿定两大党，小党继续努力伫咧冲选情。台北市长也是台湾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之前伫咧网络的政论节目，互人问到是毋是担心伫咧选情互民进党打压。伊讲，若真正呢是民进党也会担心，家己伫咧最后一秒会宣布支持韩国瑜。郭文铁伫咧说讲，只是甲对手吓惊一俩尔。我被民进党修理以后习惯了，慢慢的是好像当做三餐，照三餐修理以后照三餐吸收啊，都习惯了。这有时候只是互相恐吓一下而已，没事的。小港上班。参加高大政绩2.0记者会，郭文铁是拍政治牌。不过，真正大学生模拟投票出来，民众党伫咧大学生的投票内面只敢若排第4名。郭文铁讲正见笑，爱检讨，会努力争取少年人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实在讲，现在是全世界拢真斟酌咧看台湾总统的选举。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开始，真侪学生拢申请来台湾读书，嘛是要暂时闪开风火头。像讲今年24岁查某学生 Chris， 伊就讲来到台湾的过程是人生转变一项真关键的时间点。虽然有厝无通转，伊嘛要提醒台湾人，爱甲香港当作照镜，因为总统选举票都要转互着，民主决定毋是按天顶落落来。我是很正宗的香港人啊。一句我是真正的香港人，所有厝无法度转去。今年24岁 Chris 拄到反送中示威运动，这个透过申请学校的方式来台湾读书，本来只是小可撇风头尔，无想到讲一点就是5个外加。伊讲，伫这段期间，几多遍想要买机票登去香港，说互亲友党。你也没有在怕那些警察随便就街上去抓你什么的，你不用怕。你讲你不喜欢中国，你不喜欢中共，也没有人会说你。Chris 迄当阵，只敢若早一卡随身的牌仔就来台湾，伫咧遮无依无话。伊讲，台湾迄当阵北法党连两场活动，声援反送中，本来惊讲无人响应。结果，规片壁写满着加油的字，互伊真感动。这么多台湾民众支持香港的少年人，台湾怎么要迎接2020总统大选？伊呼吁台湾就要以香港为界，先用手中的选票，因为民主真正不是必然的。我觉得说你投来一个人做总统，对你的自由度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改变啊。所以说，希望就是台湾人要珍惜现在拥有的民主了。Chris 感叹伫咧过去香港人无争取民主自由，所以少年世代就要站出来争取家己的未来。离乡背景来到台湾 ，Chris 讲伊唔捌想过，这也是伊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么伫台湾努力要建立新的生活，希望有一天会当帮助同款是被迫来台湾的香港示威者，继续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就是聊天讲话呢。台湾确实是向全世界拍开门窗，嘛有真侪外国人来咱遮食头路做工课。去年新竹发生一个按越南来的劳工，去互警方咧约，要甲伊抓的过程中，连续钓9枪，送医不治来过往。这条案2审判决，牙签出来开迄个姓陈的警察，因为过失致死，判有期徒6个月，缓刑3档。长期间咧帮助外国劳工的团体就讲，这就是警察骹手无够，才得一个人牙签当敌，致使这款的悲剧才会来发生。2017年越南籍失联移工吴國輝被警方逮捕，警察連開9槍，受傷了後不治死亡。1審
开枪的圣诞远景被以过失致死罪判刑8个月。专案上诉了后，二审判决31出来。圣诞的警察被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用1颗罚金，缓刑3年，应再上诉。免警22岁，担任警员的时间并不长。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2处陈崇文警员有期徒刑8个月，仍然过重，改判这个有期徒刑6个月，并且可以1颗罚金。高院合议庭认定，原审判决8个月判刑伤过重，考虑圣诞警察案发时才22岁，承受伤过大压力。目前，甲被害者家属已经和解，而且案发的时阵，伊讲主动攻击，警察提枪目的正当，只是构成超过必要手段，依然属于过失致人遗失罪。判决的结果，我们是蛮意外的哦。当长期人力缺乏，导致这个员警必须一个人带着枪械去执勤。相关恩国辉案件移工团体表示，对判决结果相当意外，认为这案件显示警方用枪的时机甲比例原则依然无被重视。警方长期因着无够的问题，致使一名警察提枪执勤，造成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向世界拍开门窗，不过敢原有间谍来伫咧出入。台南的地检署接到情报讲，有一个台湾人民共产党的发起人林德旺，伊招待70外个人去到中国的江西省旅游，中途佫拜托证人，就要支持台南市第1选区一个立委候选人，政党票嘛就转予主张统一的某一党。检察官昨已经有传45个人到案说明，审问了后拢照请回。这条案目前是继续伫咧调查当中。台南市政府9月份的时阵，用违建的理由大动作拆除台湾人民共产党伫咧台南新亚所起的天后宫。进前台南地检署接到台湾人民共产党发起人林德旺，这个月初5到12招待70外人去江西旅游，佮接受各台办的官员招待，嘛宣传讲爱支持台南第1选区某一个立委候选人。对这件代志，检方30指挥高雄佮台南警调分头敲找4个地点，而且佮传45个人到案来说明。我们接到情资哦，是这个政党哦，就某一个政党哦，他接受中方的资助哦，邀请当地有投票权的选民哦，然后去中国地区去旅游，来做这样子的贿选的一个动作了哦。这个相关资金的这个到底是谁挹注哦，到底是谁支出的这部分哦，其实也是我们要继续去追查的一个方向。检调指出，差不多所有的旅行团成员到案了后，拢无承认讲这段旅途甲选举有关系，嘛讲无熟悉这个立委候选人。问询了后，45个人全部请回去。对这件代志，人搁伫咧中国的台湾人民共产党发起人林德旺是法冤枉，认为是政府对伊的迫害。林德旺认为讲，这个事件是为着要配合立法院今仔日要通过的反渗透法。我们从来没有为特定候选人，没有为特定政党在旅游当中为他们拉票，这个反渗透法今天才要过，他们昨天就开始用这个在恐吓，反渗透法还没通过，就在行使就在行使绿色恐怖了嘛。专案小组目前针对查扣的行动电话、电子记录进行检视甲分析，而且结合相关人员的口供内容来深入调查。若是发起人林德旺，因为伊搁伫咧中国也未回来台湾，会等待伊入境了后，要求伊到案说明。专案的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教育部宣布讲，明年正月初一开始连续3档，伫咧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和国立台湾图书馆开始试办公共出借权，就是讲民众便来借一本书，就会补贴3块银。这是要分配予写书的作者7成2块银，佮有印书的出版社3成，就是9角。出版业听到这单消息嘛，懊恼讲，这是文化界的大进步。民众到图书馆借册，政府就补贴作者甲出版社。全世界到即马已经有30几个国家推动的公共租借权。台湾要伫咧109年1月初1到111年12月31日，伫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甲国立台湾图书馆试办。鼓励我们的作家能够为这个创作能够为公共出版来服务更多滋养我们阅读最大养分的这一部
走得很辛苦。教育部另外边有算适用的范围是本国人依法伫台湾出版有 ISBN 纸本的册，每少一本补3块，分配比例是创作者7成，出版社3成，嘛伫过年2月登记，5月发钱。资深作者甲出版社认为钱是无算济，但是对少年的创作者，台湾的出版甲创作是真好的代志。其实更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创造力。就在这里面，给他更好的发展机会。除了在图书馆借到的书，一样是站在使用者付费的概念，站在这个推广阅读的这些观念来讲，其实多一点钱，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作家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现在作者的版税其实都越来越少。刘正明认为，教育部甲文化部斗阵推动公共图书馆是重要一步，因为若是会当自细汉看册，去图书馆借册，进一步来买册，纸本册才有可能拍败手机。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年到这到，高雄市甲仙区油矿溪巷遮，煞有20几户的民众无用无工，规定去到市政府养护工程处，抗议讲政府咧做工程，煞甲因砖头的路搞甲一坑一墣，已经反映4个多月嘛拢无来改善，甚至阁有厝边伫咧迄款路面摔着伤。养护工程处是驳回讲，责任实在是农委会屏东林区管理处的。今仔日嘛会开始重新铺点仔架咯。20几号民众包游览车到基山的高雄市政府永工处邮报条抗议，因来自偏远的架线油矿溪巷，多数是老人，但因为4个多月来进出通行的高130孔道路，互政府工程破坏严重，已经有3个人受伤。路啊骨胀胀，我说歹起的，脚踏袂牢，就摔落啊。我要求伊路做好，伊叫我申请国赔，我来用性命。含伊变现金吗？我生气的是，你永工处路权和林务局，你既然无要求林务局讲做安全措施，民众嘛带来大量的相片甲影片，强调长7公里的路有5.8公里拢是坑。期间向政府反映，毋是毋收，就是敢若吞涂，完全无顾民众生命安全。永工处出面澄清，因为是屏东林管处所准工程车造成，期间拢有要求林管处改善修补。这个我们当初在协调都已经有讲过，期间都要负责，期间只要说他在运输的过程一些砂石车。然后影响到路面有坑洞，他们要随时立即去补，包括一些警示的措施啊。8个月前所准工程已经结束，永工处答应，林管处31号就会开始重铺路面，但民众批评期间相关单位无管无顾，等工程结束才要做回收，就算受伤会使继续赔，有员感觉无受到政府重视。记者王家川面交款给报道。咱来讲嘉义市一间金仔店7年前查店的壁堵，捌去互查仔举蓝鱼的刀仔插空，入去偷摕金主玉器，迄摆损失将近200万。早日半暝又去互查仔举线达，就是刷轮机挖开保险图，并真侪手指、旋照、宝石甲金仔器。加在嘉义市的警方用车追人，但已经掠到嫌疑犯了。这间金仔店就伫咧菜车内底，查做的建筑已经有正8年的历史，毋过煞嘛互贼头有偷摕物件的手法。而到半暝，这间金仔店的保险柜就去互贼头用线打破坏来偷摕。为迄个防护措施做了无介好啦。哦，想了，因为这是足久啊吧，足久啦。后壁迄吼，那是讲比较轻易的，坏啦，那还破坏啊呢。方偷摕金仔店已经开卖40档，因为建物早期是旅社，敢若用柴棒来做架间，然后伫咧1楼的店面，7档前厝里边就捌去人用刀落空来偷摕物件，结果这个月2号过来发生方偷摕案件，警方初步调查，犯人伫咧27天就已经来现场观察过环境。我们查获窃钱的时候，我们也有已经有追回部分的赃物啊。那目前我们正持续扩大来追查，希望能够将被害人损失降到最低。店里2个保险柜拢有去互线达来破坏，新型的保险柜是无成功，毋过旧型的保险柜就去互切出一个4角孔，若是店头损失的部分，也该等因统计了后才会当确定。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咱来讲海岸海猪靠打的事件一再咧发生，尤其是已经真罕见的白海猪，更较互人烦恼。根据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的统计，台湾4边海面的白海猪3冬来拢才60只尔。学者嘛讲，毋但渔民讨猎甲白海猪有牵连，目前伫咧海岸边斗风业的风力发电机，嘛是会大大去影响到白海猪的生存。
北海地伫海面收水，有当时浮出水面，安尼画面未来可能愈来愈罕见。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提出研究数字，台湾海域附近的北海地，估计族群数这3年拢伫60只左右，族群数并无明显的增加。保育人士烦恼，现有的族群嘛已经面临老化。这60几只啊，有可能里面很多都是那种年纪很大的，有没有？因为小的孩童比较脆弱啊，他比较难长大。那如果这60几只，大部分都是那种年纪很大的，他有可能年纪到了之后就死掉嘛，所以有可能就会呈现快速的那个瓦解。台湾马祖鱼保育联盟分析，现有个体老化，加上无新的个体产生，族群数量一直无法度扩大。而目前统计，为2000年到2019年，个前的个体数调查以只，更加有人烦恼族群数量面临威胁。而专家表示，最近几年发现的鲸豚，外观真侪拢有龙过分食。除了甲鱼活动有关，海上开发案的进行，可能也是鲸豚的冲击来源。人为的开发压力很大，包含有海岸的人工化，以及我们海上会有一些工程。那在这个过程中，船只的来往等等，都可能造成鲸豚生活被影响。学者要求如指出，鲸豚是靠着天格定位动物，海上开发案的进行，风机拍装的声音，能有影响到鲸豚的活动，而北海地区的浅海活动，更加容易受到影响。而保育人士呼吁，希望未来15年以内，北海地的数量会使达到100只以上，才会使算讲相对安全。嘛呼吁开发案，嘛应该要有积极性的呼吁对策。记者台中综合报道。顶站有各类的环保团体做伙发动候选人环保意向的调查，发问题给总统甲立委的候选人，要求因说明环境政策的立场。结果3个总统候选人，干那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1个人有回答，650个立委的候选人嘛，干那32个有回答尔。真侪环保团体会早举办记者会，公布明年总统、立委选举候选人对各种环境政策甲理念的态度。环保团体发送调查表，结果3名总统候选人只有总统蔡英文回答，650位立委候选人也只有32个人回答。受到环保团体肯定的前3名政党分别是台湾基进党、绿党甲民进党。没有看到韩国瑜跟这个宋楚瑜的回复，我们是感到蛮失望的。环保联盟认为讲，除了迄连甲小土团的电厂，即摆总统候选人无针对环境议题加做讨论。真侪当来保育海草大，反对去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环保团体认为讲，国民党甲民进党2个政党的候选人拢互人真无满意。我们看不到主政的民进党呢对这个议题有要翻转他们的意思。至于国民党呢，民进党这样主政党的错误的政策呢，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真正的用心。长期关心废弃物议题的环保团体是呼吁讲，目前国内事业废弃物的处理思维无够先进，应当对得到空污、水污甲土木污染的治理。目前空污有科费，水污有科费，土壤污染整治有科费，废弃物非法弃置却没有。所以这个都是涉及到修法。环保团体表示，这个调查表除了用 email 联络各党，也是传送到候选人面册。现任争取连任的立委是用纸本送到办公室，不过包括国民党、甲台湾民众党等其他的政党，拢无任何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先来关心中国迄边，敢是又发生 SARS 的疫情？网络顶头有人打出几多张对答的内容，那像是中国湖北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阁有学校甲检验室这个单位中间互相联络的资料，嘛指出武汉市已经有7个患者诊断确定是去治疗 SARS。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早起嘛讲，已经有寄电子批去问中国迄边，目前正咧等对方回答查证的结果。疾病管制署早起发表声明。关系网络顶头人咧打武汉可能发生原因不明的肺炎，甚至讲是 SARS 这款消息，因为伫咧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是无查到这项公告，所以目前疾病管制署已经有寄电子批过去问中国迄边，嘛当伫咧等待对方回答讲，这项消息敢有正确？咱过来看日本顶日咧爆出财务的风波，牵涉特别背信罪，日产公司的前董事长高温可能已经弃保脱逃。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高温已经按 Turkey 坐私人飞机去到黎巴嫩的首都了。
虽然徛喺外口，乌色车豆豆驶入去车库，别出财务见小台，甲看下到特别背信罪的日产前董事长高温，传出技术起步逃走。伊在去年11月登去当家时阵，获指控包括减报薪水、偷用公款，佮甲个人投资的损失，加做是公司的损失，所以互日本警方逮捕。虽然高温否认罪名，也毋过当家地方法院有关伫今年3月甲4月，分别互伊用10亿甲5亿的日票代价，两届交保候团，互伫当家拘留所关了108天的高温，重新佮放出来。虽然高温得到保释，因家查某囝伫当家以外地区旅行，也毋过法院煞限制伊袂当离开日本。这个月30号，法国媒体《火星报》报道，伫日本等明年4月开庭的高温，已经为土耳其坐私人飞行机偷偷登去到故乡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外国媒体法新社报道，黎巴嫩的一名官员已经证实事实，也毋过毋知伊是安怎离开日本的。高温的好朋友，电视节目主持人卡拉姆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阵，嘛表示讲高温已经登去到厝，佮讲这是一届大冒险。对于高温的行踪，外国媒体报道角度无同。英国金融时报认为，高温有可能私底下已经甲日本法院达成协议，才有法度离开日本。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是讲，高温认为家己伫日本无法度得到公平审判，才会为日本逃走。如果未来几天高温会伫黎巴嫩召开记者会说明。记者陈世彤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先来讲台中沙鹿的静宜大学，过去栽培出真侪社会贤达。学校内底新起这间主顾圣母堂，用10外档的时间来建设，工程的经费嘛用去9000万，但已经完工落成。咱来看白色的教堂，和四边加碧色的壁包起来，顶头搁采一座金色的十字架，看到是真庄严，有影搁真高雅。在学校自教的见证之下，校长把锁匙接落来，拍开教堂大门，代表主教圣母堂正式启用。教堂对天顶看落来，那คือ按圣经故事5饼2鱼落去设计，天棚按12形的玻璃，让大家感受天主温暖的爱。外口壁讲得个包，往望人就像得个牺牲受价有气质，也会当像得孙卡互相包容。我们静宜的主顾圣母堂终于落成了。其实这是一个让我们所有的师生在那里净化心灵，然后为了自己的未来做祈福的地方。我们会非常欢迎所有的人都亲近我们的教堂。教堂内底伊啊拄啊邀请同款是天主教学校的台东工党高工顺手工打造，邀静宜自团系学生设计电好光线照伫教堂，用动画让大家了解耶稣的一生。超级厉害，因为我很喜欢看光雕，然后我觉得学校的学生能做出这样如此之漂亮的光雕，真的很棒。就是所有的圣母啊，跟我们平常有可能在画像里面看到的东西，都呈现在我们的圣母堂前面。校方表示，如果圣母堂是向定天主的厝，未来也是较有交流的场所，继续甲天主慈爱的奉献精神传扬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咱来讲彰化。彰化沿镇当年拢会办社平安，今年除了讲23间宫庙的主神，拢请来永靖的永安宫做客。庙方也结合地方的基金会，举办千人烧圆仔这款活动。民众将街路封起来，大家烧圆仔的景致，看到确实是真壮观。看过去人山人海，经过的人也搁抓准，才有人伫咧办喜事请人客。不过上细甲看，东门路也有永靖街，拢去封起来，大家就拍靠围起来做伙烧圆仔。这是一年一摆彰化永靖乡重要的祭典社平安。谢平安，凑热闹，谢平安，永靖大拜拜的。社平安是中华民众答谢新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23间的宫庙主神，全部拢奉请到永安宫来做客。这也是当地宫庙的主神头一摆组织保庇砖头。参加这个美好的活动，或者阿公阿嬷想到过去美好的岁月，或者咱的事实，用这个机会来表现
对天、对地、对父母的感恩。今年社平安的活动特别和地方的基金会合作，举办青人烧圆仔，采用传统手工的圆仔向天祈福，就望讲新的一年会使阖家平安。一粒一粒代表平安佮圆满的圆仔，也好这项伫咧9日的大地当了后，特别去弘卫一个传统文化会使延续。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公园，咱来讲森林，森林好买，才有一个陈国辉先生，以义务提供私人的土地，互社区落去运用。自6年前就开始种将近500丛的落羽松，这有人讲叫做美国水松。伊嘛完全无条件开放予民众踏入去参观，但咱看到落羽松的设置已经渐渐伫咧反黄。啊，陈先生这款苦心，就是望要更较侪人来到好买骨头里行骹到，嘛通了解栽庄生产面筋这款产业发展的过程。今日好买骨头里一位的落羽松林，面积虽然只有2分地，但小道两边积满落羽松，再加上社区营造绿美化，或者成为园林落羽松的新美景。平日中去不少游客前来观赏。看那个大门口，想说这个会不会是人家私人土地？对。OK。然后可是我们因为有看到就是请入内参观，所以我们就大胆走进来。买500丛栽啊，等下时吼，做迄个管府杂志啊。所以我就把这500丛的落羽松给种在这，啊，我再把这个地方吼，甲捐出去哦，社区发展协会哦，无偿提供使用。地主陈国辉表示，原本伊买树仔栽是要来申请造林计划，但因为登记杂志，就种喺家己的工厂边仔。目前这个落羽松已经种植6年，今年6月份提供社区免费使用，随时开放民众来参观，嘛希望推广在地民间产业。最主要是让游客知道我们虎尾是毛巾的产地，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台湾制的毛巾真的很好用。骨头社区发展协会表示，好买骨头里社区居民无到1000个，社会较老旧的社区，但看有几啊间的民间代工业者，现在社区加一位落羽松的景点，完全开放民众免费参观，希望游客来到这看美景，买单来了解当地民间产业。记者为您报道。咱先甲观众朋友报告一个上届新的消息。立法院头拄三读通过反渗透法，民进党团因为人数济济，伊嘛讲这是国家安全的关系。啊，反渗透法法案内底规定讲，若是接受外国势力指使、干涉大选、影响大选，相当会当关5年，罚金1000万。咱搁来关心亚洲大学休闲管理这个科系，先生甲学生因运用真有历史性的古建筑，啊，就是演过台湾省政府的艺术厅，啊，搁结合武丰在庄的团体举办阿大部的艺术节，望讲会当推动一个新观念，讲做人人拢是艺术家，这也是一款素人艺术的精神。民众举画笔，伫画板画出心内上水的世界。这个地点毋是民众一般散步的公园，是台中市武丰的古生府教育厅。武丰较早叫做阿大武，这道亚洲大学休课系团队利用社会责任实践计划，结合武丰在地团队，举办阿大武素朴艺术节，请真侪民众来遮佚佗。这边环境还不错啦，就是多参与吧，比较知道说我们武丰这边还有在做什么活动。素朴艺术节最主要是希望借由我们不同这个单位团体的互相的参与，然后能够凝聚大家的这个对于雾峰发展的共识，让雾峰能够更热闹，更多人来。这个活动唔但是展现出历史建筑更较侪风貌。林淑全老师表示，希望利用这个活动，互介艺术的民众有所在当展现，嘛互无接触过的人开始进入艺术的世界，人人拢是艺术家。台湾现在很重要的，从小到大蛮欠缺的就是一个艺术跟美学教育哈。那我们希望推广一个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这种素朴艺术。现场唔有动态演出，嘛展示大家创作的作品，用5花10色的装置艺术甲文化艺术的力量，互历史建筑更较有活力。嘛，甲古生府教育厅的文化内涵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大学公园，咱来看中华的小学。为着要庆祝中华鹿港文开国校创办到今已经100档，规学校的先生甲学生总动员，啊，真侪过去表现真好的校友嘛，拢倒转去参加翕一支短短的电影，望通互社会了解文开国校发展的过程，啊嘛欢喜宣布讲，阮的母校已经100岁了。
用空翕机来翕全校师生和校友同齐排出来的一百，表示中华鹿港镇的文开国小建校要100年咯。今天呢，是我们邀请我们的杰出校友米可白，大家最喜欢的米可白姐姐回来文开国小母校拍摄我们文开100的宣导短片。为着迎接文开国小100岁生日，校方阁邀请即马伫台湾各地头打拼优秀校友回来学校，其中阁有出名的艺人米可白，同齐和全校师生做伙拍微电影。希望透过影像，通互大家了解文开国小的历史，而且到明年2020年4月18之前，文开国小阁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今天除了邀请我们米可白以外，也邀请了我们许多的历届的杰出校友一起回来庆祝文开国小100年校庆倒数100天耶！文开国小是历史真久的校园，嘛教育出真侪人才。100年校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希望校友和乡亲拢会当烧酒来斗闹热，共同见证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热闹世国家冬天时，将酸菜捏做一丸一丸互相牵，真趣味。毋过美国威斯康辛这州有一个都市，伊煞规定讲，若要牵会用的，毋过袂用去牵人。咱像这些真嘛知影讲，这个规定实在是有讲无行，毋则会市政府当嘛要修法，将这条规定提起上。在地这警察阁互相相牵，先拍影片互大家看。Hey, that's not funny yet.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this out. 威斯康星州沃沙市代理警长才大开嘴要说明，未来拼细球无违法，一条细球就向拼过来。原来根据当地1962年制定的一条法令，禁止向人拼细球、拼石头或者是射箭。这规定引来各界口舌，有网友讲，细致伫沃沙用细球修正可能爱自家由体育媒体从沃沙市美国上海下定，因只好以警察拼细球修正为背景推出影片自称。Hello, I'm Robert Melky, Mayor of the great city of Wausau. Recently, a national magazine or media source had mentioned that Wausau is not a fun city. That can't be true. A fun snowball fight is a fun snowball fight,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enforce this ordinance with. 代理警长表示，过去15年，沃沙市警察局引用这法规的次数差不多10摆，其中2摆受人故意向经过车拼细球，毋捌对拍细箭的人开出罚单。讲着讲着，代理警长也向市长头壳拼一粒细球，为市长的表情看来无啥物要紧。早起沃沙市议会会伫明年正月讨论修法，将拍细球战为禁令当中删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讲完，咱来讲英国。照顾拄出事的红婴仔，这是真无简单的工课。英国这站就是惊讲3科的护理师暗时到咱厝内服务。自暗时8点外开始，会斗照顾囡仔到天光，互爸母好好困一醒。毋过，这站的开销讲起来嘛真重呢。住伫英国伦敦的李德拄做妈妈，伊一手抱小宝宝，一手咧清洁涂骹，看起来是真轻松。毋过，伊讲大部分时间爱顾小宝宝，搁爱做代志真无简单。最近请3科护理师暗时到厝内底照顾小宝宝，互伊甲先生用休喘。Especially with having stressful careers, and my partner works longer hours, and he definitely needs to sleep, and I'll be going back to work. I think a night nanny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李德请的3科护理师阿里蒙，捌伫法国受过2科护理师训练，也伫伦敦摕到3科护理师证照。伊暗时8、9点到会，规暝照顾囡仔，早起6点才离开。伫伦敦，亲像阿里蒙安尼到厝内底照顾囡仔的护理师愈来愈多，因一暗10点钟的收费是190英镑，差不多新台币7450块。确实连续照顾2礼拜，爱开2660英镑，差不多新台币10万块。It is expensive, but it's definitely worth it. 虽然收费真贵，毋过李德认为护理师应互家庭事业兼顾，有相款想法的，抑个正咧创业的苏菲亚。伊虽然已经生过2个囡仔，毋过原来工作、原来照顾囡仔，依然是无用气气。Clearly, I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someone covering the nights for me because you can't operate during the day if you don't sleep at night, and it's not that you just don't sleep one night, it's like every night. They can't
they are not able to think, you know, even to think about the basic things like we have to eat or I need to have a shower or something. They are like jet lagged. 产科护理师不止分担辛苦，也会教爸母照顾囡仔蛀卡，亲像如何互婴仔好好啊困，或者是小宝宝出现到一种症状的时阵爱注意。英国一间婴幼儿杂志就指出，产科护理师按时到厝内底照顾服务，伫伦敦已经慢慢变成趋势，需求愈来愈悬，提供照顾服务的护理师也愈来愈多，收费就会慢慢下降。不过现阶段要请护理师也是爱有寡钱。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讲完，咱来讲全世界。过去只是当，又阁有偌济人拍破世界纪录咧。今年金氏世界纪录日主题是冒险的精神，到底是冒险啥？又阁有偌济人来挑战？咱嘛做伙来看详细。 27岁法国探险家托德拖沉重行李，一人孤单行伫雪地内底。伊用40天的时间，伫今年1月到世界上南边南极，才做史上上少年家己一个去南极的人。金氏世界纪录大全总编辑格兰戴讲，今年金氏世界纪录日以冒险精神为主题，托德是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伫中国，这位叫做宋电的少年人证明电动机车沿景山入海，因为中国黑龙江省虎坂市一路骑到新疆的克什布，总共187.2公里，期间拄到路浸水、甲充满石头的山路等种种的挑战，伊拢无得惊，冒险犯难的精神，可以创下金氏世界纪录。 In China, we've seen the longest journey by electric scooter, more than 10,000 kilometres. 伫杜拜经英国皇家海军华森2点钟内收5公里，其中将近43分钟的时间，由学生坐查考船刷新这项项目纪录，也互人印象真深。It's great to see so many people channeling their inner adventurer, proof that Guinness World Records Day just goes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今年金氏世界纪录日有60万人挑战一天来破纪录，不过不管什么项目，只要勇敢提出本事，挑战内心的冒险魂，都有机会伫金氏世界纪录留名，互人学乐。记者综合报道。英暗特别甲2019年相时，世界各国拢有安排活动伫咧迎新年。咱来看德国、法国、美国安怎样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开始，2020年。 4, 3, 2, 1。欢喜倒算了后，国球开关，互水箭球慢慢升起来，自控年卡步愈来愈近。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伫当地时间30做水箭球测试，希望年度降球继续顺利。到时阵有超过100万人斗阵倒算。今年世博广场联名也特别邀请纽约市公立学校的科学老师甲学生做今年的特别来宾。 This year, we're honoring science teachers around the globe and the students and the young people that they teach, who are really the key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future and addressing it, both through their activism, but also through their commitment to science, finding out about the truth and finding solutions to global warming, this mess that all of us adults, all of we adults have created. 迎接新年，法国派出10万警力维安，巴黎有名埃菲尔铁塔四周围拢有提前警察巡逻，防止发生恐怖攻击。伫德国柏林，有名代表布兰登堡门要华年活动，不过今年政府颁布宴会禁令，所以今年未办宴会。 Ich sag mal, die Tradition sagt vor, dass man es machen soll, deswegen finde ich es gut. Ich persönlich bin kein Fan von, weil es mir einfach zu laut. 无要办宴会，有人赞成，有人失望。不过，希望民众抢买宴会，违反禁令也要办。伫日本出现真济回乡人潮，要关灯的团圆，市标也准备大型甜粿，准备迎接新年。南韩为庆祝新年，法务部特别宣布特赦5174人得到特赦减刑复权，不过名单上无包含因为人权受乌西钱就交的前总统朴槿惠。不过伫澳洲，大家可能因为火烧山无心情华年。 雪地的宴会以前拢是注目焦点，不过澳洲第2大城墨尔本火势已经受到郊区政府伫当地时间30要求郊区10万居民撤离，同时佫传出一名技师拍火时不幸殉职。到目前为止，火烧山已经造成10人死亡，烧掉超过10栋的厝。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年到这昼，上冷就是今仔日半暝后。暗时北部温度上介低，干那12度。咱若要出门迎新年，衫都要套好够。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5度到1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7度到21度。台南高雄屏东19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16度到22度。金门马祖平湖11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